小署最近公布3批澳洲冷冻猪肉验到有莱克多巴胺。小署是强调讲，虽然是有验到，也毋过剂量是拢无超标，按照规定嘛是会当进口。民进党的立委是认为民众有选择的权利，国民党是表示讲，若无公布这猪肉的流向，民众哪有法度来选择？小署最近公布连续3批澳洲进口猪肉被检出含有莱克多巴胺。虽然检出数值无超过国内标准，不过依然引起讨论。民进党立委表示，民众有权选择，不过国民党团质疑，若无公布流向，民众要安怎来选择呢？食药署它会进行把关，在安全含量以下的，那就是可以进口。而我们国人事实上是有选择吃什么样猪肉的权利跟义务，我想这个是他们的自由。跟中央摆烂，连公布来猪的流向都不公布，民众要怎么样有选择权？这些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流入了市场，流入了小吃店，流入了加工食品厂，大家通通都吃下肚了。请问民众的选择权在哪里？有地龙指出，内地老集市场未来可能会互5000只以下的小型市场场倒去，尤其是中央每公斤6块来补助进口业者，更较严重影响市场业。所有的泛型的产品呢，都在科学分析下呢是可以接受的风险，所以目前也会持续依照我们的食安优先、科学分析、国际标准以及市场稽查几项重要的事项来办理。小署长姜志光强调，小署并主动公布业者甲流向，并且检验结果透明报道，所有管理措施拢是伫维护食安优先的前提之下来进行。这市场较细户的，当然咧成本计算之下，当然咧挡袂掉。国民党团呼吁暂缓澳洲猪肉进口，是安民放水。首先要进行查抢其他国家猪肉，应该恢复100%每一批抽检。更清楚表示公告内地的流向，因为民众有猪的权利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